阿里巴巴啦，星期三啦，咪大升咗1成，創咗近半年嚟最勁嘅單日漲幅啦。咁我嘅態度咧依然係普遍性預期，我覺得佢回到去110到120。咁個禮拜日恒生都相當之勁啦，咁就禮拜三咁就大升啦上嚟啦。咁其實從7月份嚟講啦，咁到低位上嚟都升咗有差唔多1成嘅一個空間啦，恒生指數。King Sir 會覺得呢個位究竟係有冇機會就係 V 型反轉咧？因為其實睇落去有啲好似 V 地喎。首先咧，恒生指數咧就喺短期呢個位咧，我上一周半個月前，我認為呢個位置已經係非常之接近階段性嘅 V 型反轉嘅位置㗎啦嚇，即係有跟進我嘅觀點應該係好清晰，我同大家講嘅一個預期。咁但係短期 V 型 V 咗上嚟之後咧，喺呢度咧我亦都要做翻個補充嘅，應該完整嘅一個預期就係短期反轉、中期震盪嘅一個大嘅邏輯。因為其實喺6月下旬咧，當時我哋喺6月中旬嘅時候，認為成個恒生指數咧應該係好快企穩㗎啦。當時我預期應該會馬上企穩24,800點附近。咁大概呢個位置基本上就確認咗一個階段性從28,000調整落嚟嘅一個叫做見底㗎啦。但殊不知市場出現咗叫做共振下跌，俗稱叫級別拓展，周期向下咗之後咧，一路跌到去22,500到3萬點呢個區間，而呢個位置正正係我哋喺去年2025年12月18號對成個恒生指數年內衝高回落之後可能會面對嘅打一個有效嘅支撐位嘅位置。當時我哋判斷嘅位置大概就係呢個位嚇，階段性最低點大概就係呢個位。咁所以其實市場喺級別拓展調整並且去到中期強支撐嘅位置下邊咧，我只能夠話俾大家聽，呢個位置咧係短期嘅反轉，中期闊幅震盪嘅位置，所以我覺得更偏向於喺恒生指數港股後邊嘅一啲策略咧，可能要做一啲調整同埋微調，更偏向於其實就係要做波段操作。咁所以呢個過程先至係需要到提醒大家同埋及時去更新嘅。係啦，大家記得關於 King Sir 呢個恒生嘅節奏啦。嗱，咁樣講到港股啦，嗱，不得不提今個禮拜嘅一個大家嘅關注焦點啦，阿里巴巴啦。咁就話說星期三啦，大升咗1成有多創咗應該係近半年嚟最勁嘅單日漲幅啦。咁終於有啲即係6月份跌到88字頭呢個位終於有啲回光返照嘅味道喎。咁阿里巴巴啦，話說就係、因為佢嘅一個業績嘅一個預估啦，大家對佢預估就係講緊阿里雲啦，增速啦就超過4成嘅。咁同埋咧佢嘅電商業務啦，同埋閃購啦，即係外賣嘅業務啦，咁就係呢個虧損啦，有收窄啦。咁所以啦，令到佢嘅一個業績叫做有所轉向嘅情況下啦，大家發現佢其實都可能唔係咁差啫，咁就俾咗一個市場即刻就投票，俾咗個反應佢啦，亦都係帶起咗成個港股嘅一個氣氛啦。咁嗱，King Sir覺得阿里巴巴係咪應該短期見咗底咧？咁同埋往後係咪應該要繼續回翻一個比較正常啲嘅位置啦？阿里咧，大家都知道我係阿里嘅腦殘粉嚟㗎，做阿里做咗幾年，做咗4年啦阿里。不過我做阿里咧就唔係話一路持有一路持有，我係長期跟進，然後咧波段操作嘅。阿里喺過去嘅呢4年咧，我係2次喺80蚊抄底，亦都係2次喺120附近賣出，咁然後又有120買入之後，到180賣出嘅經歷。咁到今次咧，其實我係120重新買入，由180跌到落嚟120，我覺得120差唔多。但係呢一次我係用分段買入嘅策略，反正就係階段性越跌越賣。但係上一期我亦都同大家好客觀咁評論，市場嘅預期咧，其實係對於呢一啲叫做大盤股啦，其實短期嚟講係跌過咗龍嘅。雖然我會認為當時我咁樣嘅判斷或者係評論咧，可能會有少少超前咗啲，因為個下降趨勢好明顯啦，都好似低處未算低啦。我亦都同大家講到，即使可能短期再跌都好，我覺得中期嚟講跌到80附近咧，基本上都係極限㗎啦。咁哪怕回頭睇咧就未到嘅，咁但係有時買貨咧，即係特別是係非短線交易咧，宜早不宜遲嚇。咁但係從短期角度嚟講，阿里佢最大嘅特點係咩咧？
佢嘅阿里雲收入喺度就係繼續高增長嘅。上次我同大家都有分析過佢嘅嗰個基本面預期，同長期嚟講，阿里嘅半導體產業仲有後着，仲有王牌，但係短期係唔盈利嘅嚇，包括今年內都冇辦法盈利。但係長期嚟講，佢係會對佢自己內部集團當中嘅嗰個使用嘅成本係會直接降低嚇，呢個係最大嘅一個利好嚇。長期而言係降本增效，好明顯嘅。咁但係佢嘅阿里雲咧，佢嘅嗰個增速咧達到咗超40%，繼續高增。咁然後嗰個叫做淘寶本身嘅主業咧，亦都係穩健嘅，穩健增長，單位數增長。咁所以咁嘅情況下，其實當市場情緒一旦收復，或者有啲咩新嘅叫做預期啊，撥一撥佢嚟利好佢，咁其實個股價馬上就彈。點解呢一個星期會變得咁犀利咧？有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叫做基本面傳導翻嚟嘅信息，就係由於前一段時間呢個淘寶啊，係咪啊？淘寶美團打得好犀利，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嘅嗰個外賣業務投入咧，其實係蝕咗好多錢嘅。咁由於官方嘅介入之後咧，其實喺最新嘅呢一個季度，馬上立竿見影嚇，唔係馬上立竿見影盈利，係馬上立竿見影虧損個減幅減得好犀利。因為我記得上一個季度咧，阿里喺呢方面嘅虧損咧係達到160億160億呢個港元嘅嚇，咁然後而家最新嘅嗰個數據咧，預期係直接降到去100億以內，咁呢個其實好直接咁樣去令到成個集團現金流咧，咁就會大大咁樣去降低嗰個壓力，咁所以短期再加上佢嘅嗰個阿里雲嘅收入高增，所以市場正式對佢下一季或者係接住落嚟嘅財報落地咧，其實會更加之有信心。咁機構喺呢個位置咧，亦都係重新去加翻倉。對個股票價格前段時間殺跌咧，就做翻個繳錯。咁我依然係保持上次嘅態度。咁我嘅態度咧，依然係會覺得普遍性預期，我覺得佢回到去110到120呢個價位，我認為係好合理嘅。當然，如果你話假如市場喺接住落嚟嘅7月份繼續震盪走高嘅時候，究竟係唔係真係如我所判斷120附近可能會階段性要注意，或者係落底為安，或者係甚至可能會繼續級別拓展向上咧？我建議繼續關注我嘅研究觀點，或者睇下到時我喺社群講嘅最新嘅及時嘅資訊會更好一啲。係啦，咁以上只係傾上一個人觀點啦，就並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嘅，咁所以大家亦都係及時咁關注我哋嘅社群啦，俾 King Sir 會有及時嘅一個方向嘅時候啦，亦都會去分享俾大家啦，所以作為阿里巴巴啦，大家會唔會繼續睇好呢個港股嘅龍頭啦，港股嘅代表啦，阿里巴巴有冇繼續支持咧？可以大概一致啦支持，覺得阿里巴巴已經老登啦，過去式啦，而家都唔係佢嘅時代啦，打個二字啦嚇。頭哥都未 OK 買啊，放心啊你。OK 下一隻就小米啦，亦都係講咗好多次啦。今個禮拜咧，其實小米都亦都有相當之大表現啦，低位起身咧，其實都升咗有2成啦，今個禮拜升咗1成有多啦。呢幾日啦，其實小米都好多關注嘅熱度啦，話説佢嘅一個新嘅汽車啦，小米鵬程終於就叫做面上啦，就公司正式咁樣去發布咗呢一個嘅新嘅系列啦，就係增程式嘅一個大 SUV 嘅系列啦。嗱，我上禮拜咧其實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小米啦，今年嘅賣車嘅目標啦係55萬台嘅，嚟到而家7月頭啦，其實完成嘅目標啦都未夠20萬台啦，其實講緊仲有起碼35萬台有多嘅目標要完成啦，講緊當而家過咗一半啦，仲有6個月嘅話，其實一個月都要講緊要賣6萬幾7萬台嘅車喎。而家其實每個月都係賣緊3萬出頭嘅呢個銷量啦。就嗱呢個系列咪要單系列都要提供3萬嘅一個數量喎。King Sir 覺得呢條數搞唔搞掂咧？小米你同我都未買小米，未買大米，我諗實現50萬台啊！呢個目標可能階段性壓力大啲啊嚇。言歸正傳咧，其實小米咧對於嗰個新能源汽車銷售嘅數據咧，我認為亦都係對個股價好關注同埋好重視嘅。特別是我覺得喺接住落嚟嘅3季度咧，佢嘅數據會唔會回暖會繼續甚至乎會大幅度咁樣去高增咧，係會導致到股價中期見底嘅一個確認嘅性嘅關鍵。
小米咧，因為之前講基本面或者係接住落嚟講嘅，都其實係好多人講噶啦。不過我只係覺得基本面小米嘅長期生態嘅邏輯咧係冇問題，呢個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嘅。但係從佢嘅盈利拐點嘅過程當中咧，我覺得呢度仲要少少時間嘅確認。但係同短期技術上咧，今日講講技術啦。其實大家而家睇到個圖表所示咧，咁啊其實都一大串均線黐埋一齊，咁啊從短期、中期、長期都有嘅。咁簡單嚟講啦嚇，而家市場其實由上週開始咧，短期均線例如係5天、10天、20天均線咧，已經係黏合向上拐頭啦。呢個情況下，好顯然就係市場喺短期趨勢已經向上，並且進入上升趨勢階段。咁呢個過程短期記住，趨勢一旦形成，將會延續，短期唔會咁容易結束嘅。即使個震盪之後咧，都仲係會有機會再要飆多2、3日。咁所以正常嚟講咧，我覺得小米目前今日收盤價格係25.84港元啦。咁其實我覺得佢會喺大概20天均線到60天均線之間咧，仲會繼續向上挫一挫嘅。咁所以其實下週應該有機會仲會挑戰高啲，比如係26.8到27.5呢個區間仲係有機會。但係市場我更偏向於就係再往上衝一衝之後咧，就會重新進入震盪磨底嘅階段。我覺得更偏向於就係要到時等基本面嘅一啲數據，比如等一等最新嘅7月嘅一啲叫做交付嘅數據啊，最新嘅情況，可能到時先至會大概率咁樣會再選擇新嘅方向，比如重新再向上。如果當基本面數據較為樂觀嘅情況下咧，唔排除佢會挑戰長期下降趨勢，比如喺更上一啲嘅係嘛半年線啊或者更高嘅位置，